来继续是食安的问题。有民众到大卖场好事多，发现最近真抢市的牛肉、麻辣血旺这种的汤底，包装面顶所标示的牛肉产地有6个国家，分别是澳洲、美国、纽西兰、巴拉圭、尼加拉瓜，最后才是台湾。民众质疑这种的标示未属是八国联军，无法度予消费者正确的资讯。台中市卫生局讲，这是依照着中央食安法的规定，只要使用着无同国家的牛肉，就要甲国家标示出来。若是标示无实在，相关会当罚款400万。这几点摩洛迪血汤头做菌，旁公共批随清起到片康内，尤其这玻璃时带优惠牛肉片，大家拢三一味。这是连锁美食卖场好事多的热门商品，牛肉摩洛迪血，照当量一盒卖600到700，加上重口味，互你食开皮，受到真侪消费者喜意。不过包装掀过来看内底成分，发现牛肉产地有澳洲、美国、纽西兰、巴拉圭、尼加拉瓜，落尾则是台湾。这款牛肉滴血，牛肉产地到6个国家，互人查无这内底牛肉到底是会倒位来的。那如果是你是消费者，你吃的安不安心呢？我看了这个我就不想吃了。台中市议员伫咧议会问卫生局长陈主任，伊嘛讲看到这牛肉产地，伊家己嘛无想要吃，是安怎样的标示？卫生局嘛来调查。该产品含有牛肉、牛肚、牛肉丸及牛肉汤底等内容物，使用多种的牛肉可食部位原料制成，涉及多个国别。初步了解，该产品为各分公司制作贩售。原来这盒摩洛迪血有挂真侪牛肉类原料含白配料，每一项都来自不同国家。卫生局强调，依照中央的规定，使用真侪国家的牛肉，会当在报废做商品。国家的名当然写详细，若是标签顶的国家有被写相关，会扣罚到400万。对这件代志，好事多嘛发表声明回应，依法牛肉含牛会当在报废原料来源，按照全国会认定标准来标示。牛肉摩洛迪血这个产品，牛肉含牛制品，确实有真侪国家来源，按照规定标示，嘛拢符合法规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